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5月27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一聊中国的房地产。咱们先看房企的消息5月26号，恒大集团有限公司、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新增2条被执行人信息，执行标的合计7.6亿余元，涉及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等案件。执行法院为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这是恒大已经回天乏术等待着最后的命运的安排。那还在挣扎的，比如说融创最近公布它的这个债务重组计划好像得到了这个80%几的债权人的同意，似乎又有了曙光，就是又可以苟延残喘，由死刑现在改为死缓，但是也仅仅是死缓5月26日，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新增5条被执行人信息，执行标的合计25亿元，涉及金融借款合同纠纷等案件，也就是它的诉讼这金额越来越大。天眼风险信息显示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现存360余条被执行人信息，被执行总金额416亿元。该公司还存在多条限制消费力、失信被执行人及中本案件信息，这个恐怕加起来又是个天文数字也就是说，它即便这个境外债重组成功，那也仅仅是延缓。这2天比较火的是万达的王老板再一次一出手48座万达广场，这都是恐怕是在万达广场里面算好的，精挑细选，对吧？挑出来的，让这个几个财团组团把它买走了。那王老板是不是就过关了呢？是不是就是麻烦解决了，高枕无忧了？显然不是我昨天节目就说了，把48座万达广场卖掉，对吧？也解决不了他的债务问题，他还接着卖这才哪儿到哪儿。凤凰网财经今天刊登一篇文章，叫热搜爆了，王健林又有大麻烦了。他这文章好长我们就捡这个咱们比较关心的这个数字，因为我昨天节目说了，这个万达广场它为什么不太好卖呢？本质上还是它不大赚钱，咱们说通俗点经营状况不太好，谁买谁恐怕还要担心，一本身物业要贬值，第二个很有可能租不出去就经营越来越差，变成一个负的现金流，你每个月还往里贴钱，每年还要赔钱，谁敢买对吧？所以说，如果它是个会下蛋的这个母鸡下金蛋，那人家恐怕就愿意买了。这个凤凰网财经叫公司研究院他公布的数字他说万达广场经营压力逐渐显现。根据万达集团官网显示，2021年5·1黄金周5天时间，全国369座万达广场累计客流1.4亿人次，累计销售总额111亿元这是万达官网宣布的而今年万达在宣传口径中称，超过1.3亿人次来到万达广场享受美好生活，累计销售额超60亿，超200座万达广场5·1期间到访客流超30万人次，同比2024年增长10%。说的是2025年，就是今年的5·1这5天全国的万达广场一共是1.3亿人次，累计销售是60亿。大家记住了2025年的万达广场是513座，对比2021年数字，你就发现了这个什么叫断崖式下跌这就为什么这个万达广场卖不出去的根本原因。同样都是5·12021年那可是口罩期间，这个大家有印象吧？那大家出去还不太容易对吧？有的地方还封禁就在那种情况下，全国369座万达广场累计客流是1.4亿人次，卖了111亿的东西。那么4年以后，对吧？2025年的5·1，万达广场多了，一共是513座万达广场，多了将近150座万达广场。结果它的客流只有1.3亿，比4年前还少了1000万。然后销售额呢，比4年前少51亿，就将近少了一半。万达广场多了，销售额还少了一半，人少了1000万。这些数字在大家动动脑筋就明白了。首先一个，逛万达广场的人少了；第二个，人均消费下降了一半都不止，就是很多人去逛不掏钱不花钱，本身逛的人也少了，现在就这么一个行情。所以你说这500座万达广场往哪儿卖呢？谁愿意买呢？对吧？大家把它的经营数字拿出来一看，你这个万达广场不赚钱呢，我买了我还要往里贴钱，断崖式下跌。说到万达广场，大家可以在同理
推一下那个网红超市。如果网红超市像万达广场这样全国到处开，但是它总的客流是不会增加的，反而还要下降。你说它能干得下去吗？这就是为什么它走不出啊那个4线城市一个道理啊。万达广场是广场不停的在增加，但是它总的客流还在下降，人均消费也在下降。你说谁能扛得住这样的打击？这是戴维斯双杀呀。那万达可是啊每个地方的算是地标吧，算是商业中心吧，算是热闹繁华的地方吧。万达广场都这样，那你说其他的它能好到哪儿去？所以这个凤凰网财经公布的啊这个数字就已经验证了我的看法，这万达广场经营恐怕是江河日下呀。这个也反映出实体经济啊，这个线下的商场是一年不如一年，这个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我们再看那个楼市啊，现在什么情况？今天啊，第一财经日报它有篇报道，这个报道啊，那就有点偏空了。他说啊，建筑城投转开发后去化难，就是很多建筑系企业啊，比如中国铁建啊，什么中国建筑等等啊，就本来他们是承建商，就是叫建筑系，还有各个地方的城投，他们后来是种种原因啊，都转为开发商，他们拿地自己开发。那现在遇到的问题都是去化难，就是房子卖不了。有的今年新开盘项目数月就几个月只卖几套房，你说多惨吧？这些建筑城投那最次那也是国企，建筑系的很多都是央企啊，盖了房子也卖不掉。第一财经日报报道啊，他说经历连续3年出清后，当下地产江湖的玩家已然变天。今年以来，高居房企拿地榜前列的，除了金茂、保利、招商、华润、中海等老牌央国企，建筑公司和地产国资，也就是城投啊，已成为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中建系、中铁系以及北京、宁波、温州、上海、南通等大量地方城投成为土拍中重要角色。当民企拿地退潮，财大气粗的建筑系、地方城投异军突起，系行业发展趋势使然。但拿地容易卖房难，在楼市仍在持续筑底之际，有建筑系房企、地方城投项目陷入了去化难境地。记者采访发现，在广州市场，部分建筑系及城投楼盘去化率较低，有今年新开盘的项目去化率仅个位数，只能凭借降价引流。在北京楼市，那些库存规模较大的行政区也频繁出现楼盘打价格战的局面，其中也隐现建筑系楼盘的身影。最近那个南京的中海项目3个项目打6折，大家都知道吧？所以还有很多人在那吹什么房价还要翻倍，这都是一种病态啊，真的是病了。中海是央企啊。第一财经说啊，这些企业大部分是做建筑工程起家，这几年才大举进军房地产，原来即便有涉及，也并不是将其作为主业，在开发方面可以算行业新兵。有业内人士坦言，现在的市场已经不是把房子盖出来就能卖掉的黄金年代，极为考验企业的综合能力。楼盘降价仍难去化。今年前4月，全国新房市场卖了2.7万亿元，同比下降幅度 3.2%， 其中住宅销售额下降 1.9%。在各类政策的托举下，楼市显现出止跌企稳的迹象，部分1线城市还出现楼盘热销场景。不过，市场回温和暖阳并非普照，城市之间、板块之间、企业之间极为分化，领涨的多是核心城市高端项目，而在非热点板块或库存较大地区，房子依然不太好卖，部分建筑及城投公司的楼盘未能幸免，这在广州楼市中尤为典型。这个第一财经日报还是说了真话啊！你看啊，中建5局旗下的中建信和曾在2023年以底价19亿元拿下广州市海珠区一宗地块，折合楼面价3.71万每平米。经历1年的开发，今年2月，该项目以中建天爵按名拿到预售证，并开启认筹，首批推出148套房源。当开盘2个月，在4月底，项目仅网签4套房。你说2个月卖4套，这太狠了，对吧？一边是上海、深圳，对吧？那个核心地段日光盘。
一套房子5000万，对吧？这2个小时抢完了，一边是2个月只能卖2套，真是叫啊，一边是海水，一边是火焰呢。那广州也是一线城市啊，惨淡的销售形势之下，中建天爵果断启用了降价策略。在此前5·1小长假入市不到2个月时，89平米的房源售价从开盘498万元起降至398万元，降幅达100万元。我天哪！入市2个月以后啊，5·1对吧？去化，为了卖房子，直接啊降价100万。即便如此啊，他说该项目销售表现也未能得到有效改善。据广州住建旗下阳光家园数据，截至5月26日，该项目仅网签9套，去化率只有6%，对吧？即便祭出了降价大招啊，仍然卖不动啊。500万的房子直接降100万，就是400万，也就打8折都卖不动。那你学学中海、南京的项目啊，打6折啊，对吧？说明这个打折力度还不够啊。他说对此业内分析指出啊，他说该项目虽位于广州中心城区海珠区啊，但毗邻啊这个主干道，日常车流量大，噪音和粉尘等问题对居住舒适度难免造成影响。周边环绕老旧小区，城市界面有待提升。项目的教育、商业等各项配套亦平平。这就说明了现在韭菜买房要精挑细选了。以往像这样的房子根本就不愁卖，反正你只要造出来就能卖得了。现在大家都要挑啊。他说同样位于海珠板块的中郊天翠也面临去化难题。该项目被广州大道、皇城高速、南州路3面环绕，噪音问题难以避免，商业、教育等方面配套不足，也使得该项目吸引力受影响。3月底开盘时推出224套房源，目前网签仅18套，去化不足10%，也就是2个多月过去了才卖18套。说不只是外来的玩家没拿到高分，即便是广州本地城投也有项目难卖。位于天河区城投天喜，广州城投在2023年3月以44亿元的底价拿下该地块，历时1年开发后，该项目于2024年6月开盘，2栋楼共274套房取证入市，单约5万元的均价，起步面积超100平，让附近的刚需客户望而却步，产品、交通等方面未能满足市场需求，尤其是项目对口的教育资源未得到购房者认可。在多重因素影响下，该项目售价一降再降，最低单价跌破4万，也就是又打了8折啊。当开盘1年，网签100套，去化率仅30%左右。那有人就说了，那这些城投公司开发的项目卖不掉，对吧？建筑系开发的项目去化难，怎么办呢？那不有专家大聪明吗？不是建议收除吗？你看看，就是左口袋倒右口袋。地方政府要推出收除政策，他先收谁的？肯定先收城投的。这个城投本来某种程度上就是替地方政府背债的。当初把这块地拿去开发，不是为政府解决问题吗？政府那个地卖不掉啊，他去买了开发的房子卖不掉，政府再把这房子买回去，政府发债。你说都是哪些大聪明设计的？所以说啊，中国很多专家啊，坏事就坏在这些专家身上。这所谓的专家啊，在那高喊着收除的，说白了就是让这些企业不用负责任。政府手中有地，把这地挂牌，本来是民营房企买完这个盖房子卖个韭菜，现在民营房企都歇菜了，都爆雷了，没人买地，那怎么办呢？地卖不掉，政府没钱呢，所以只好啊城投挺身而出。那城投是地方政府的亲儿子，他把这地拿下来，那政府不就拿到钱了吗？政府就可以发工资。那城投拿着地盖房子，现在卖不掉，政府发债，对吧？发债然后去把这些房子政府再买走，做廉价房，做什么保障房。那你说这么绕一道，不就是政府发债发工资吗？然后搞了一堆钢筋水泥在那儿，还造成浪费。这个科尔瑞的数字啊，2021年到2024年这3年正好啊，是不是恒大暴雷吗？民营房企都不拿地了吗？或者拿地非常少，所以说2021年到2024年城投拿地比重攀升，始终维持在50%以上。2024年达到顶峰，占比达到64%，比2021年增长30个百分点，拿掉了土拍市场超1半的地。大家知道这个猫腻在哪儿了吧？政府反正把这个地挂出去，对吧？最好是民企买了，民企现在都暴雷买不了，那怎么办呢？就城投买呗。所以64%的地啊都是城投买走了。这是2024年，这不就是那个电商平台啊刷单吗？不就这个逻辑吗？这个第一财经报道啊，截至2025年1季度，城投公司在2021年至2025年3月所拿地块中未开工地块数量超过4200宗，主要集中在2、3线城市以及1线城市的郊区。在业内看来，城投及平台公司所拿地块后
后续或会被政府再次收除。你看看，这政府把地先卖给城投，完了之后政府发债把城投的地再买回来，哎，这都是专家出的主意啊。其实搞来搞去啊，还是大头买单呐，对吧？这么搞的话，最后就是全国人民一起买单，就这么道理啊。你说你没买房，对吧？你说你忍住了，但是对不起，这买单里面有你的一份呢，这不需要经过你同意的。昨天咱们节目介绍了啊，西安的这个中国石油的部分员工集资，对吧？或者团购这个房子，结果10几年房子烂尾了，现在在维权。这个是央企啊，中石油的员工也遭遇烂尾楼。那么今天啊，也有媒体报道，澎湃新闻报道啊，这个政府部门啊，工作人员集资建楼，也是团购啊，遭遇烂尾楼。我们看看啊，这个澎湃新闻报道啊，团购房项目流产，企业面临2.6亿索赔。一个主要为解决金融从业人员住房难题的团购房项目流产后，拍地企业正面临着2.59亿元的巨额违约金索赔。近日，南充科斯特华置业有限公司向澎湃新闻反映称，南充市高坪区原金融工作和商务局，叫高坪经商局啊，那这是政府部门呢，现职能已并入区财政局和商务局。为解决川东北金融中心员工的住房问题，牵头寻找房地产开发商以成本价团购商品房。按照双方的协议约定，参与团购的员工每户缴纳5万元保证金后，该公司参与土地竞拍，拍得土地后7日内，团购户每户需再缴纳25万元保证金，润于科斯特华公司缴纳土地出让款。2021年11月22号，南充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与科斯特华公司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科斯特华公司以3.4亿元获得7.16万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并缴纳定金6000万元。不过，该公司拍下土地后，前述团购房项目因多种原因最终流产。今年1月8日，南充市自规局向南充市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解除出让合同，并裁决科斯特华公司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暂计2.59亿元。截至目前，南充市仲裁委尚未作出裁决。科斯特华公司总经理认为，该团购房项目实为政府委托代建项目，企业无自主决策权、无定价权、无资金调配等权利，这是和其他普通市场行为的项目完全不同的地方。如果政府收不起钱来，就意味着该项目是死的。在多次协调会上，高坪区政府相关领导均承认项目搁置是因为4代房建筑指导文件出台缓慢，也承认是政府没把钱收起来。但南充市自规局回避此背景，单独追究企业责任。如果南充市自规局申请被支持，那么科斯特华公司支付6000万元保证金和4000万元前期投入，不仅血本无归，还要背负天价违约金。南充市高坪区副区长5月12日表示，对于科斯特华公司遇到的问题，该区多次召开会议进行研究，试图能找到一个具有可行性的解决方案，前提是必须依法依规。但企业提出的每种方案我们都研究过，都没有落地的可能性。我怎么感觉这好像是杀猪盘呢？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这不就是杀猪盘吗？先忽悠一个企业说我们这是政府啊，对吧？我们解决金融员工的这个住房问题，大家每个人凑10万，再凑20万，凑30万，对吧？你委托你去拿地，你把地拿下来之后盖房子，然后给我们。这个房地产开发公司还以为捡了个大便宜，结果啊，房地产开发公司把地拿了，哎，这帮人不交钱了，找谁去呢？然后那边自然资源局啊，就卖地的还要告这个开发商，你的钱没交完，对吧？你把3个亿的交了，你有违约金。本来啊想跟着政府后面挣钱，结果啊叫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啊。最后我们再看看啊，这个野村证券的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陆挺啊，他最近一个观点啊，叫不用担心未来1-2个月，但要特别关注下半年经济增速。也就是说啊，未来1-2个月问题不大，但是下半年啊那压力就很大。未来1-2个月问题不大，我想跟这个贸易战有关系，哎，暂时告一段落。下半年呢充满了不确定性。这个陆挺认为啊，房地产行业是中国内需中极为重要的一个板块，今年已经进入第5年的萎缩，目前下行幅度还是10%左右，新房开工下
下行幅度大概在22%左右。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实际上要让中国内需稳定起来难度很大，是吧？因为房地产行业一方面关联地方政府的财政，所以对基建有着深远的影响；另一方面对消费也会产生影响。现在看到几乎所有的城市，除极个别之外，房价处于一个小幅下跌的过程中，对居民财富有负面影响。陆挺认为他说大概率发生的情况不用过于担心未来1个月、2个月的经济，但要特别担心今年下半年经济增速，可能会看到上半年跟下半年经济增速的差别有1个百分点以上。最后陆挺的观点他说以旧换新再往前推进空间不大，就是这个家电的以旧换新什么房子以旧换新等等这些东西他说这个你靠这个是不行的，所以应该考虑更为结构性、制度性推动消费的复苏。怎么推动呢？陆挺认为从这个角度来讲，应该适度往前推进整个中国社保体系的改革。最核心的环节就是让我们占55%的养老人口，主要是中国的农村养老人群，每个月的平均养老收入提高。怎样把243元大幅度提升到400、500元的水平，不仅有助于1.7亿老人的消费支出，也有助于降低中国3亿农民工的养老负担，有助于提升3亿农民工未来的收入预期。我认为养老体系这一社会福利体系的改革已经到了迫在眉睫的地步。之前可以通过地产、基建、出口来拉动经济，当我们真正需要可持续拉动消费的时候，国家的社保体系就会变得至关重要。我觉得陆挺这个建议那是非常值得考虑的。实际上以前房地产对吧，不管什么行业，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你财富的再分配，对吧？你如果参与到房地产了，那你赚的钱就多了；你要参与到什么移动互联网，你工资就高了。它就是一种分配但现在这些分配的失灵了，因为房地产投资对吧，已经连续5年低迷，现在这个移动互联网创业基本上也没了，都在裁员，大头的钱越来越多，所以这个时候就想办法要维持一个公平那最直接的就是对社保体系进行改革。社保体系改革说白了就是要解决欠债。什么叫欠债呢？就是还有3亿的这个老人，尤其是对吧2亿多的这个农村的老人，要给他的这个最低的保障从140、150要提高到300，提高到500。这个实际上这个陆挺说的也很有道理。这个不光是你不要觉得好像就提高了200块、300块也没什么用，其实不是的你只要提高，那就让这些农民工他们第一个是他切切实实的解决了对吧部分后顾之忧，也就是他们的父母对吧1个月有400块，至少吃饭是可以的对吧？再交一交那个医保，那他生病了还是有钱看，至少他们的负担就轻了。第二个呢，他们也会看到未来他们老了，那能拿到1000，能拿2000，那他现在是不是就对未来信心就满满？那这些人他就有可能就成为一个消费的主体，他就敢消费了，他就不至于那么玩命的存钱了。所以这个社保体系现在就非常有必要这儿投钱，在这儿投的钱，那才是真的投入少，见效快，见效大，不能再把钱往那山沟里扔了，搞那些宏伟的工程，再搞那些老干部疗养中心，再修广场，那都没有意义，对吧？这少量的钱就可以让很多农民工未来的信心大增，所以信心比黄金更重要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